小署今公布1月甲2月禽畜水产品药仔残留抽验结果，发现讲屏东某一间水产公司因准备要挂销的晏鱼，有验到少量的致癌物孔雀绿。官府是一路查到源头，依照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，犯养饲业者罚6万。 这5鱼看起来真水，就要出口中国香港。不过小署特别公布1、2月禽畜水产品药物残留抽验结果，所发现屏东这间水产公司准备挂销5鱼验出致癌风险物质环烷型孔雀绿0.00指数 ppm。 孔雀绿它在生物体内会被代谢成还原型的孔雀绿，然后动物实验注意到说，如果实验动物大量暴露到孔雀绿的话，它的肝功能会有异常。孔雀绿可能和肝甲甲状腺功能无正常，增加肝癌风险。台湾只有观赏鱼应用，食鱼禁用。官府对查5鱼源头，以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，罚业者6万。经溯源 为本县李姓养殖户所养殖，遂由本府动防所依法开罚6万元整。本府已将该养殖场列为高风险养殖场。业者出面话冤枉绝对无用药，因为食到孔雀绿或者是残留孔雀绿的食物，都在体内转化成做还原型孔雀绿，推测是细菌残留物造成。环形的那它都是会残留在那个。 土地里面啊，这个除非说你把全部的池的那个土全部挖掉，再换新的。业者表示，去年并无验出，强调检验还原型孔雀绿对业者并无公平。虽验出微量，海事所依然将业者列管追踪3年，下无定期去抽检，各做用药辅导管理，确保食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